大代志来看到日本东京银座有咧卖规世界各地精品，也有服装。一寡外国观光客爱来到东京佚佗，嘛一定会来到银座踅街，来感受在地闹热的气氛。这几年来到日本行台外国观光客嘛愈来愈多，东京银座的饭店已经无够用，新的饭店一间线一间安尼开，嘛变做东京饭店业者竞争上界激烈的战场。 繁华的东京银座，集合百货、精品、美食，是游客去东京旅游一定爱去的所在。大量的游客和银座变做饭店并驾相争的所在。这间准备要开的新饭店，就伫咧有名的传统歌舞伎座附近，以典雅的设计要来吸引外国遊客。まずは立地がいいことになります。もうほぼ銀座の中心地ですので、ショッピングまた観劇、歌舞伎座とかですね。 房间有日式甲西方的特色，有眠床，嘛有榻榻米的地式空间。虽然定位是商务饭店，但设备却是真齐全，阁有洗温泉的所在，互游客伫咧东京市区，嘛会当体验伫咧温泉饭店浸温泉的感觉。 饭店免费的早起是由银座有名的百年老店经营，若提供幼路的日式甲西式的料理，中昼顿甲暗顿，阁有创意的日本料理甲新河牛铁板烧，会当讲是为外国游客特别来订做。ホテルの数は本当にすごい勢いで増え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れを上回るような海外からのお客様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ので。 这几年日本的景气受到刷落来要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的影响，外国的观光客有惊起繁华的场面，尤其是银座这附近饭店是供不应求，已经变做竞争上烈的战区。记者综合报道。